后来乡亲啊，讲到这个虐待囡仔，拢是到发生悲剧，红刊新闻，这个家暴才来现光。到底要安怎来守护儿童？到底要安怎互家暴的分野，伫第一时间来发现呢？台大的儿童病院成立医疗中心，利用多泡血公园的宽定系统，只要拿光一个照，看无啥会出来，这个乌青马上就浮出来了。希望用这个方式来守护囡仔。 被我们看到的时候呢，他身上有大大小小不同的那种类似被烟烫过的那样的一个痕迹，因为他不敢穿那个短袖的服装啊，所以说后来被老师所通报。囡仔绝望的哭声，政府敢有听到？只要在路上看到有人抽烟，或者是到便利商店看到有卖烟的，那他其实都很恐惧的。那其实对这样的孩子，这整个未来的身心发展都有极大的一个伤害。在台湾身心灵被伤害，就算接受长期的辅导，家暴的阴影犹原无度去除的囡仔是有够多。也不互人上解痛心的是，有真侪条小性命一直到被拍死，变成社会新闻，民众才发觉事态严重。 非属恶劣，因此判决7年徒刑，轻判13年半，只需坐牢6年多。虐打、重摔，后脑头骨几近粉碎。请问法官，如果这些伤在你身上，你觉得你会不会死亡？我心都要碎了，为什么？ 社会悲剧一再重演，都要找出其中原因，才好找到保护因的机会。徛在儿少保护最前线，小儿科医生感受上界深。 我们遇过一个很小的小孩，就上百个瘀伤，对，上面就看一条一条、一个一个边的那个部分，事实上是真的看的是很不忍心啊。依照卫福部的统计，105年18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通报死亡人数有127个人，差不多是最近5年来的2倍。存在伫家庭中的暴力有法度被发觉，除了警察、社工，也有来自医疗单位的责任通报。 这是台大儿童病院，因为考到囡仔案件真侪个案需要用较精密的仪器代替目睭来诊治。台大医疗团队引进多泡液光源宽定系统，好看袂到的乌青，伫拿光的照射之下，拢看现。所以就会帮忙看说，已经不明显的这个瘀伤还有没有一些地方躲在里面。这些照片跟这些证据，都会提供给社工或检警。 台大儿童病院伫2014年8月份成立儿少保护医疗中心，并且跨界甲双北家防中心合作，5年来协助通报真侪受苦毒的个案，因为看过太侪小生命未负大汉，发起人立立遗书，要阻止悲剧再发生。有时候是家庭他遇到一些困难跟问题。 也不知道怎么解决，没办法解决，然后就连累到孩子，把他腿打断，你把他打成昏迷，其实没有任何帮忙。怎么样，大家一起去面对问题，而不是出席在孩子身上，我觉得是蛮重要的。为了防止家暴，法务部送草案要改刑度，本来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即马提出修法，增订致人以死者，会使处无期徒刑，还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；致当伤者，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其实很多的儿少关心儿少问题的团体，都有不断的在呼吁政府要成立一个行政院级的儿少问题的办公室，所以要把问题解决的机制拉到在更前端，包括预防的部分。绩效对于警察来说是最有效的去改变他们行为的一个方式，就是他就会尽力的去拘捕。 来看警察绩效考核制度，破灭以及毒品30分，主体调查头的15分，也过处理家暴案件无分数。南美互人质疑讲，这款的标准是不是将家暴的防治当作无要紧？社会机制无够健全，囡仔只能依靠民间的力量，度过家暴的阴影，重新崛起来。